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最近，国民党甲民众党到底有要合起无？哪必合，或者是哪必拖，也是一出好戏值得磨。磨出理念共识，毋是咧分猪肉。那么拜托，唔通食碗内，搁看碗外。咱民主政治，才是咱台湾的性命。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先豪志。大家好，大家安。那么第二位嘛是资深的媒体人陈明峰。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的教授郑祖珍。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么第四位是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吴锡志。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和观众朋友来复习一下，到底即马哪必拖，到底是合还是咧拖？2024年总统大选哪必赢，到底是要安怎来辩呢？即摆，那么国民党好友伊讲咯，那时间若未赴，就用政党协商的方式。什么叫做政党协商呢？那么柯文哲这边嘛开嘴讲咯，讲同意无安尼好啦。不过郭台铭这边是讲，甲柯文哲早就咧联合作战。啊，那民进党赖清德这边和中国批评讲，已经是对着台独分子变作是台独骗子。那么伊回应讲，家己因为呢是中国呢咧骂，就影响到守护国家主权的态度，绝对袂变。若被缅甸合出现新的政见，双方无再搁伫这个全民调或者是民主初选。国民党的侯友宜加民众党的柯文哲拢表示，关于建立政党协商，在整个时间已经来不及底下，那当然就是进到政党协商了，就由政党协商，大家一起共同面对。讨论出最棒的合作方式。世界上也有时候没有办法100%按照理论做了，所以我也觉得，那不然就政党协商，诉诸政党协商，大家也许我还是相信众人的智慧会超越个人的智慧嘛。侯友宜强调，若是选举无合作，就无所谓的联合内阁。因那外团柯文哲想要找韩国瑜做副手，柯文哲无正面否认，只敢讲是伫咧想讲安怎才是上强的胜算组合。民进党赖清德是继续拜庙兼辅选，验过中国国台办批评赖清德自台独的小的变做台独的骗子。对此，赖清德再去回应讲，袂因为中国的批评影响其捍卫国家主权的态度。我也不会因为中国对我的谩骂，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上面有任何的影响。因若继续冲刺连署的郭台铭镇压，公家高本的镇压，早就伫咧联合作战。我们郭办这边也跟科办呢，还有民众党保持非常友善的互动。郭科阵营其实早就在联合作战啊，去抵挡国民党的粗暴、步步进逼，想要并吞所有人的野心。另外，桃园的检调，搁再查出郭台铭连署站，敢若是用300块买连署的不法行为。市庙的董事长甲2位条仔卡拢被收下。黄士修表示，已经甲地方的连署站谈过，连署袂当具对价关系，若是违法就应该举报。强调有信心，官方的站点是袂有违法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可能无啥有理解，进前伊毋是咧黄金会，黄金会了后要进入到政党协商。那政党协商讲是正人斗阵来讲，但是入去的嘛是3、5人安尼，那敢是正人？到底这个政党协商，甲这个过去的黄金会有啥无共款？咱阁有听讲哦，这郭主席阁踅去到直接甲朱立伦搁咧讲，到底是倒一种是真是真的？咱来看这哪必合的进度吼，内面开始有销量的放话咱来看10月24。柯文哲回应讲，感觉大党咧打压小党，敢若咧逼分2、6号的时阵侯友宜正式宣布讲，不如来进入到这个政党协商啦。查某囡仔莫想要假，想要做伤济这个亲家啦，无
意思就是讲，你郭文泰你唔通去引遮侪亲情啦，吼啊！郭文泰啊接受着政党协商，头仔咱看到即个大内面吼，新闻大内面讲，朱立伦表示讲，无在同一张选票顶头，就无算作是哪必合。那无即个同一张选票吼，咱来看，这真趣味哦。同一张选票是啥物选票？敢是这种选票是1还是2啦？是总统是侯友宜，还是总统是郭文泰？到底吼，我先问何志吼，到底啥物叫做政党协商？甲进前的协商有啥物无共款？伊原来是两个进办的协商嘛，吼，总统对总统，啊，即马就讲进党对进党嘛，所以原来主体是柯文哲甲侯友宜，啊，即马是讲朱立伦甲柯文哲，啊，就一个是进党，一个是竞选办公室，两个无共啊，哈。对啊，啊，伊好像差别伫遮啊，是差别伫遮尔，但是啊，这嘛真趣味啊！啊，到底协商内容敢有改变？就是讲，我无要甲你讲总统啊。毋是，你看今日吼，前2天吼，迄气氛是真歹啦吼，讲话拢讲甲气哀呀，吼。但你看今日两个拢讲，无来进入政党协商啦。吼，两个拢讲笑面嘛，吼。我感觉差别是遮。原来黄金辉吼，两个人讲啊，一个讲我要民调，啊，一个讲我民主初选，吼，两个讲啊，同一个 repeat 差不多2个礼拜啦，对无？拢咧讲，我嘛一直等啊。好，拢咧讲安尼啊，一个讲50，啊，一个讲我就袂使啊，就完全没有进度嘛。啊，他已经的总控是讲进入政党协商，侯友宜的讲法就是讲，迄两个拢卖讲。好，民主初选跟民调拢卖讲，好啊！你看柯文哲今天的态度伊嘛同意啊，所以讲原来迄物件是讲要踢对方的嘛，好，我互你一个吞袂落的物件嘛，好，其实侯友宜是无爱辩论啦，柯文哲是无爱初选嘛，无爱初选嘛，好，啊，即马就讲迄两个拢囥一边嘛，啊，阮定心来讲嘛，拍掉定来就对啦。哦，干那安尼意思？起码就是定来啦。原本大家设一堆路障嘛，我这里无爱互你过，你讲无爱我过嘛。但是因为啊，讲时间因素，要来办初选也无可能啊啦。起码我讲办初选，柯文哲想讲办初选爱拖过嘛。啊，侯友宜是讲我辩论我嘛爱拖过嘛。你讲起码几号啊？起码开始办辩论敢有？所以这两个都这几个物件都呼过啦。啊，起码定来啦。啊，看这安尼要行不爱行尔啦，基本上所以说对双方来讲其实都是好处，因为原本都没有下台阶嘛，哦啊，现在那个东西撤掉啊，大家重新来过嘛，啊，意思是安尼啦。啊，毋着咱看伊的是讲的，啊，伊两个伊嘛唔知啊，头前的讲安尼啊，讲啊，所以唔是故意的啦。我觉得前一阶段，我觉得大家都想占便宜啦，都想要留香骂本啦，好，啊，不过啊最尾啊就踢死啊，踢死就。定来啊！所以你认为因双方面还佫有想要讲落去的意愿？我看今日场面是佫有讲落去的意愿。有可能有结亲情的可能。这因两个有要夹无要夹，一念之间尔啦。讲实在的，你讲赶快的。或是你安尼讲，敢若法师咧，一念之间。本来就是啊，因两个赶快同样的情势。他要和也是可以，要不和也可以，就是一念之间都可以搬出一堆理由，然后放下多多啦，对啊，清楚的。已经嘛就看大家咧想啦，你讲要夹嘛是会当夹啊，啊无要夹嘛是会当卖夹啊。这要安怎夹？我先来问民航啊吼，若是咧夹吼，咱头下就看，今仔佫传出来讲，哪有讲啥物两个女主角？吼，无喏，咱无女主角的代志，那落爱一张票顶头，才有算作是这个哪必合，那无只，那联合组织就免讲。啊，这意思就是按要对倒讲去。无啊，因为你这样以早讲的拢是有迄机制的嘛，要么就是民调，要么就是初选嘛。嘿，现在就是进入政党，现在就是家拢唔免啦，用巧的就好啊。用画白。用画白就好啊，你要爱啥，我要爱啥，我价挣偌济，你要出偌济钱安尼，就是全部进入那种政治的那种分赃嘛，就是
讲好就好啊。那这个国民党为什么会安尼强调，就是讲柯文哲伊本来也做正，伊就歪侯友宜，伊叫侯友宜登去做台北市、做新北市长、做2年做stra才来讲。哦，啊伊要韩国瑜做伊的副手，啊伊爱的人爱的行政院长是朱立伦，吼，啊这是柯文哲对，就是伊的意思就是讲，我爱赢啊！伊感觉那侯友宜做伊的副手，伊袂赢；伊啊韩国瑜做伊的副手才会赢。啊，不过你国民党是一个有初选的制度，选出来的人候选人叫侯友宜啊。你也要用，你要叫国民党把侯友宜废掉，然后换成韩国瑜，然后又不能当正的，有可能吗？这当年的事件过来重演哦。对啊，那你会记柯 P 顶末啊，做早以前讲过一句无？只要合起来吼，那迄个输的人就是讲，你也做民调，也做民主初选，输的人会用基点护手。基点护手的意思就是讲，无一定是我本人去。这不一定本人去的意思就是讲，啊，你侯友宜无一定配柯文哲，柯文哲无一定配侯友宜嘛。那问题，即个侯友宜就是讲，你一定爱两个人伫面头顶啊，就是意思就讲，你袂用放弃我侯友宜，你袂用去选韩国瑜啊。你甲我引亲情啊，你袂让啊。我变媒婆啊，我本来是新娘啊，新郎呢。好，然后变成迄媒婆伫边啊哦。然后柯文哲伊本来嘛不爱，那侯友宜是正的时阵，伊嘛不爱夹嘛，伊嘛叫别人去甲侯友宜夹啊，就叫侯差配嘛。啊，你国民党你就当初敢就安尼答应，因国民党本来想讲蓝白河一组就好啊。但是伊想到尾啊，你也无柯文哲的名入来时阵，你想讲柯文哲家己搁去创家己的政党啊，伊虽然伊无选总统，伊甲贵党的合起来嘛是叫蓝白合哦。对啊，但是讲咱先讲就是柯文哲甲侯友宜的代志嘛。啊，你若讲你也无要做侯友宜的副手的时阵，你其实无选总统，你的票敢会入去侯友宜边？譬如说，你侯友宜加黄珊珊，没有柯文哲，你说那些年轻选票没有柯文哲3个字，他会投票吗？直接跑了嘛，一边跑偌清在一边，啊一边就走。所以民宏你的意思，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啊。对，就是讲国民党的，就是到即下才看出来美角是啥。为什么一定爱定？啊，你拢看得出来，啊，国民党哪有可能看不出来？国民党都唔知影你想啥。就我要来问田老师吼。我早就讲，你蓝白合两个人爱搭档。早听你的话就好啊。对，一定爱搭档，你无搭档，你柯文哲的票，你根本侯友宜摕无啦。因为柯文哲的票都奇怪，伊是年轻人甲中间选民啊，你侯友宜的票。侯友宜票拢是用深蓝的呀，啊你票拢无共款，啊你也无面顶，你是要摕？我先问郑老师吼，郑老师，你嘛研究这日本的政治吼现象，敢有安尼夹的？因为这南北吼，这两个政党其实在两岸的这个事务啦，好啊，其他的其实有诶真济，这个相差真济哦，吼，啊，即摆要夹起来，过去敢有种例，还是讲？要安怎来避免讲要夹起来的时阵，莫互人感觉讲啊，恁咧分治吧？对，其实日本上以前嘛出现过联合内阁，啊，毋过呢效果唔好，那3党就落来啊。好，啊，台湾是第一届出现这议题，讲要来做联合内阁。啊，我是感觉引进蓝白合吼，是一个，就是讲时间登记的时间会紧到啊。啊，进迄个侯友宜呢，一直做老三，啊，柯 P 呢第2名，搁在往后退时阵呢，你时间要到时，你要紧来你的民调扭起来，就算讲总统迄位较远一点嘛，啊，可上做你立委遐，你嘛爱拉抬起来，啊，你无拉抬起来时阵，这2个就爱换一处去，把这个市民选民。注意力，我是感觉是安尼看。所以老师，你是感觉讲，因其实是互相拢知影。对，就是一出是继续搬落去，你袂当拢互民进党咧搬嘛，你嘛是爱吸引一下迄个收视率一个嘛。啊，所以呢，你就讲啊，咱先演看卖啊，迄个观众群变多之后，咱收视率悬，看选票该顺便变较悬。我是安尼看。哦，老师，你是认为讲，因是拢知影讲，这个上后的结果还是无缘的结局啦？对啊，因为1+1无一定等于2啊。你嘛1+1等于0嘛，嘛是有可能啊。你讲真正投柯 P 一定投侯友宜嘛，迄嘛无一定啊。
我是安尼想。所以若认真咧看戏的人，就真正是变戆的。对，啊，这就是看戏嘛，看戏乐在其中，啊，搬戏搁另外一套嘛。所以老师，你是对倒位观察讲，其实因自早因就知影讲，你是对面雕来看的吗？还是对倒一个观察点来看讲，其实因是为着这个声量要提悬，再来看后世要安怎来创？因为科比啊，真正伊的身世遮悬的话，我就继续悬嘛，我超过赖清德嘛，我等你国民党来救我嘛。结果你无啊，你讲好啊，咱来蓝白合来谈看看呐，对无？啊，给人家只讲好啊，咱来谈的时阵，你讲啊无你这不是逼婚吗？我对考虑一个安尼，所以就逼空啊嘛，我是安尼感觉啦。好友也讲，伊以前当时讲伊唔敢去辩论嘛，你嘛无想要加去柯文，就惊你规我国民党你帮去嘛。其实讲。好友真正伊个支持率较歹嘛，我是感觉无遐低啦吼，因为你讲民调空战的时阵，可比是悬，毋过讲实在，是投票，是投票是，迄无一定咧。真正讲像可比讲的，旧年黄珊珊现在无调，旧年大黄珊珊讲哇，咱应该支持伊，个女性市长，结果嘛是无出来啊。所以我感觉进两方的想讲，无咱想就叫啊，搁经一个四搬落去。但是安尼咧经的时阵吼，咧搬戏的时阵，会用感觉讲，恁这两党拢无真诚，无所以真正真搬较认真一点嘛，讲无，阮真正有要来谈啊。讲较认真。今日即个，咱大家拢看出准。已经无效，下骹人袂到要死。这位谢弟，你有感觉讲，因是有真诚意咧谈嘛？因为头仔何志有讲是。看起来是有较有咧坐落来要讲，无要烧嘛。所以我感觉讲是要这搬是要搬后送看啦，吼。第一吼，咱看我是安尼定，我安尼看，我是感觉这蓝白合啊是蓝白拖，拢是假议题啦，吼。要哪讲吼？你若讲两个人要想要结婚吼，真正有要结婚就早就紧办的啊。有影拖遮久着，就是我感觉是假结婚真诈骗。哪讲要偷生嘛？是要偷生啥？偷生国会啊、改选啊、立委啊，看讲会使内底会使。但是人朱立伦人伊讲甲清清楚楚哦，何明明讲停停哦。伊讲啥？伊讲你若无共一张选票，就无联合组织，就无其他的物件。对啊，所以你看嘛，朱立伦讲的甲侯友宜的立场，我感觉是两条线咧进行吼。党有党的想法嘛，因为刚刚讲我上少我立委选举，我好友你要选，你来承担，你也是败选，你是咩咧？你家己等于做市，你也是讲要安处理嘛。所以朱立伦甲柯文哲咧谈的代志吼，咱看咧，那刚刚讲，应该是好友宜甲。所以你认为政党协商，伊是因咧想这？我感觉哦，会使想的是想济啦，无你讲真正要政党要合作，你看德国蓝红绿灯联盟是安怎促成合作，是爱签约的呢。讲我有啥物条件，安怎上做啥物位，黑黑写清楚呢？唔是安尼讲啥物民调，唔是安尼处理，咱是要做一个政府，联合政府是要执政的呢，吼，今仔要统领一个国家呢。你讲有一天来讲恁避免啊，避免是要安怎处理，谁的责任？是总统会使解解散国会，还是讲国会爱对行政院长就投出不信任案？以后要处理，上来负责，对吧？讲这合作的进入，咱都要这先摆讲的，这个是分赃嘛。这政治分赃，血淋淋的你咧，咱面头前演一出互咱看，所以是演戏，但是演一出咱看。你要相信，你又要去人诈骗啦，假结婚嘛，对不对？这是安尼讲啦，咱古早话来讲，三人共500吼，无长底骹话啦。就讲吼，一边吼女方吼是目睭吼小可一个目睭看无啦，用这个红莲吼小可扎起，查甫的吼是骹吼就摆骹，所以吼小扎起来，就媒人就入来讲，咱吼今仔日吼三人共500哦，吼无长底骹话哦，咱是欠这个媒人啦，嘛无人去点出。都是各位拢是媒人啊，讲得清楚哦。但是咱来看民调，民调敢有真清楚咧？反映讲，恁两方双方面拢咧讲，那会偌清地才落落来呢？这甲有这有啥物关系吗？看无呢？ T 台赖的要加10%。是民航啊，小人互你讲啊，何志。最近我讲实在，我无啥看有啦，因为最近
照你讲，民进党最近一定在拍马文君嘛，对吧？拍到声势袂歹啊。要唔过你看各家的民调，差不多偌新的，最近拢是降落来。哦，然后你看说蓝白跟吵闹，对啊，看起来两个拢小可有起点嘛。就像他郑老师讲的，就是讲声量可能有提升。不是啊，我刚就是讲吼，整个社会上面哦，希望政党轮替的声音还是大啦。就是说，你起码拢输赢拢已经定啊，这有什么好看的？所以讲你看大家看蓝白合，看嘛接线的，看你民进党一个人，他稳咧当选啊，都袂爽啊。我讲白心，我是起码是安尼啊。蓝白合，我感觉民众一个观点是差不多。我感觉即马就是讲巧啦，吼。你莫讲，原来正常来讲，应该是讲两党爱有一个协商，吼，讲一个政策理念架构，啥物件就像刚吴老师吴主任讲的安尼。即马就是时间无啊啦，吼。迄种即马过去连签字的时间都无啊。即马的状况就是讲吼，大家拢免讲迄啊，吼，大家即马两方面嘛拢知影讲，迄拢免讲啊。所以讲，原来可能上好是讲会让换人，吼，比如说柯文哲配韩国瑜，好，或国民党换一个其他人，什么女的，那个女的，一听来就是卢秀燕嘛，吼，那个人都不爱嘛，韩国瑜嘛，然后有人讲柯配，应该是柯，好，如果第二个女的或许有可能啦，吼，但是韩国瑜嘛不是空的，我选这副的，要创啊，哈，那你动算一个副的嘛无意义，那是落算我们给惨的，所以我原本就是柯文哲异想天开嘛，卢秀燕嘛是不可能的代志嘛，你原来想遮济，吼前面那个架构没有谈成，今嘛就是讲现存手上有的现实会当起来，你就存一个侯友宜尔，无你即马你不要那整合国民党的基层，吼，迄个牛鬼蛇神，你即马要怎？人即马至少人咧选啊，人有咧行啊。你嘛除了伊个存下，反过来说，对侯友宜来讲，你原来那是有一个架构，你大家讲阮两个安怎夹，吼，各自做什么东西，吼，你可能够会当算进。你即摆时间比较这啊，吼，柯文哲过去的经验就是选票转换率特别低，吼，伊要支持上，迄个人嘛摕无票，伊家己党嘛摕无票，所以你若甲你拔做伙嘛，所以即摆就拔做伙，毋过即摆就桥，我讲。民众一个桥，我这很精确，就起码你桥的时候就其实是一句话的代志。你莫讲你想的什么正常状况，起码就一句话的代志。所以伊两个要成嘛会使，两个无要成嘛有可能。一念之间呐。要毋过即摆看起来讲，佫会当讲啦。要毋过我时间的压力啊是愈来愈大啦。但是我听你讲起来，这应该是这算作2024总统大选的 blues 啊，愈讲愈忧虑啊。愈讲愈不入时啊！哈，迄两栋就变来变去啊！你看过去，这差不多10月9月底就开始咧讲。9月底开始嘛，毋是讲迄阵嘛是柯文哲甲讲，你放心，大家买了一定会夹，甲伊变来变去，变到近，又回到原点，就毋是讲9月底差不多，伊出国之前的状况差不多。所以咱安尼底看你来看吼。咱都选民，你他啊讲啊，真真闷啊！就希望讲有一个较活力。是啊，小可有竞争吧？较有竞争的选举。对啊，即摆看起来足无聊的啊。所以你会当解说讲，就是安尼看无这竞争的这个声势，所以民调的时阵要答歪拢懒啊安尼。是啊，即摆很现实就安尼啊。这民众啊，你来看吼，这赖清德的声势，那会安尼？拢29安尼落来，军队30几趴。我趋势我是用美丽岛去对照了哈。的确，伊上低时阵是以色列发生战争的时阵啦。我感觉，因为你现在台湾不晓得从乌克兰战争开始，就有那种战争的即视感，所以那不管以前那个，我记得战争的新闻在政论节目几乎无你讲拢无收视率，啊，现在像相拍是什么武器的介绍，什么收视用做好的，所以就是有一种即视感，所以它最低的时候是在以色列发生战争的时候，可是他后来就是有回应，就是他的，不过我们也要坦白讲，他的竞选策略是较保守的，较无积极的。可是那几天之后，他就开始骂柯文哲，因为他有骂柯文哲说：“你怎么说我板凳坐
3分之对，啊，你有骂侯友宜，你甲他讲好好做代志嘛。啊，你有讲什么？伊也骂那蓝白合合这久啊，无你合啊，你合什么耶？所以那个又起来了，又有上来了。然后最近这1-2天又下来一点，可能就是那个高雄的那个事情嘛。好，就是有两个，他就讲说这2个人自己的事情要讲清楚啊。所以那个最近，如果你是这几天才公布，就是这个事件的影响啦，哈。那我觉得就是说，你也讲蓝白合哈，我是讲，头先老师就讲，日本本来就是内购一个国家，因2个政党合起来要处理，迄是。迄大家都有一个经验嘛啊！我小党联合起来，我什么自民党也无赢的时阵，我就一寡小党联合起来做内阁制。啊，你要分什么阁员、国会议员跑去多阁员 OK？ 可是咱的国家是总统制呢，吼啊总统制哦，恁2党讲要联合起来，为着选举赢，恁要联合政府，嘛会使啊。对，反正你会赢，你们敢会赢？像咱韩国嘛是上到尾啊，就是家己做一个整合并，还政党的合并，退算嘛哈，那都可以，为了选举可以，反正民主选举你只要选赢，那种你的代志。但是你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恁联合政府在一个总统制里面，你是要运作？你2党是不是会讲？不一样，爱讲个清楚。对哦，啊，恁动算了无满意啦，动算了，你是逐工咧冤家。像安尼啊，逐工科比也讲食砒霜会死啊！我是感觉讲食1罐嘛死，食半罐也死，食3分之罐的，食一喙嘛死。对，但是我感觉其实科比真牛呢，食砒霜啊。对啊，其实科比食2罐拢袂死，因为科比。你讲食2罐拢袂死。对啊，科比的喙足毒着，伊比砒霜较毒，伊哪会食死啊？你怎么你讲的哦？哦，啊，不然就是安尼啊，体质较特殊啦，体质较特殊啦。所以袂死啊！啊，所以你为什么国民党的基层不做无欢喜的？不然大家就讲希望蓝白合哦会当赢的，民进党安怎。啊，其实讲到真啊，你有无主张？好，不然各有什么内阁制的主张啊？什么啊，各有废除？他那时候还会讲说啊，我们要恢复阁揆同意权哦。啊，今天有无？无呢？啊，今天总统爱去国会报告无？嘛无呢？对无？啊，今天监察院要不要废？因本来讲爱废的啊。无啥，今天无啊！啊，今天就是甲委派，对，甲委派好，安尼就好啊嘛。啊，签合约无？签迄合约无？讲你总统啊，无做的时阵，你副总统安怎？你阁揆啊换人时阵爱安怎换无？你无，你会造成台湾政局不稳定呢。因为台湾从来没有这样乱过。如果你没有讲清楚，跟老百姓讲清楚的时候，你这样走的时候，老百姓会怀疑讲，你安尼运作落去会乱无？政局会乱无？这是主要问题啊。这听起来是大好大歹。我讲大好大歹，唔是讲大好就是会赢嘛，啊大歹就是未来运作的问题啊。但是还佫有一种大好大歹，我要来请教田老师吼，就是讲，咱这规个节目内面吼，无人真罕咧讨论赖清德，吼赖清德的声量伊就是被边缘化了。敢若叫用边缘化，虽然伊民调还佫上悬，吼，大家想讲啊，你就倒下就赢。但是这个大好大歹，敢是头拄田老师有讲哦，声量无一定等于投票，是不是安尼？所以我其实感觉吼，伫民调当中咧，赖清德是较有出来啦。啊，我感觉赖清德运较歹一点嘛吼，就是讲吼，其实今年开始，咱就看到民进党做做迄个 Me Too 的事件出来了后呢，啊，其实伊一关过啦，啊过到8、9月的时阵，大拢应该唔知大家有记咧，无代志，啊，佮出一个弹价的问题出来。啊，其实迄阵我是人伫日本，啊，日本的教授呢，就传一个 mail 互我看，讲，啊，啥恁台湾真个差弹价的问题，啊，关阮日本啥物代志？我讲对啊，关日本啥物代志？毋甲巴西有关系吗？我讲无啊，恁讲恁的农业啦，阮买阮的日本的鸡卵过去，我讲啊，阮日本的无够，阮哪有可能卖去台湾去呢？啊，佮销回去呢？啊，所以因的日本的教授讲啊，这就是假新闻的，可能中共做的迄个假新闻啊，假新闻去啊，赖互日本啊，因为大家拢知民进党甲日本做好啊，所以到底是民进党日本安怎处理的？啊，这件代志我感觉有另外人是讲呢，啊，唔知是啊，真正是阿强啊去操弄的出来，啊，这就是最厉害的，因为吼，食卵呢不管政党的颜色，你毋知？你这个
蛋价你也起价，也是买无啊，其实蛋拢会受气。所以迄阵我感觉赖清德也支持着，对吗？但这老师，这我就感觉真好奇呢。其实日本的能价，迄阵是嘛真悬的。就足悬，啊，所以就无可能嘛。啊，日本人敢会安尼一直骂伊的执政党，安尼讲哇，台湾能价安遮悬着。因媒体是有做这新闻，啊，就是讲。因就是感觉是无可能，所以是咱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下面有去哦，迄个阮的日本教授，因嘛是内阁成员内面一个讲啊奇怪，啊咱就甲日本无日本的两甲台湾都无关系，啊是安尼讲，啊就是有人台湾的人去来求证讲啊日本到底做。所以回袂清了对啦。就是讲，所以你认为赖清德是这一连串落来，伊的声势有袂悬，有袂悬。对，啊本来想讲到最近蛋价已经无讲这议题的时阵呢，啊搁来一个。高雄事件的时阵呢，啊，讲实在，作为女性的迄个选民呢，讲实在，不管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啊，爆出这个代志，其实我感觉啊，安尼政党的管理够做得好，我是感觉这该赖清德无啥物关系，啊，毋过甲伊整个政党的领导该管理还是有关系，所以你啊未来2个月内底，伊个当把这事情平和下，我感觉选民嘛是健忘的啦。两个月你对选民较有信心？我最有信心，因为我伫政治选当中，我有一本最经典的叫做《愚蠢的公民》。愚蠢的公民讲啊，阮投票是，阮宁愿秉持阮的理性，毋过到最后天公要要来去照顾，迄天会落雨，啊是该标什么空出来，伊都毋知。吼，所以到最后，尤其是这个4个人出来选，到最后可能3个人出来选的时阵呢，其实。票做歹算的，所以你不管国内外，即每讲预测上一定会调，我看嘛无人来做保证。谢弟，你敢预测啥人会调？我当然心内有家己的想法，但是我是感觉讲，因为民调伤济啊啦，啊，即马即届的选举哦，选情个这冷的，哦，所以你看，就像拄几个前摆就讲吼，民众咧看啊，就是这局势都一直安尼啊。所以你也要叫伊表态吼，我感觉是感觉讲嘛是来这个我感觉民调吼会使考虑讲，差不多后个月24号全部拢登记啊，确定啊，迄阵时的民调，过来看较有较准啦吼。啊，第二就是我感觉讲，当然即马赖清德伊的选举的策略较保守，然后来比较起来。但是我感觉讲，因为伊保守，因为伊在整个民调内底伊的弹性较大，哦。退可攻，进可守啊，进可攻，退可守嘛，吼。但是咱看这民调，咱会看到什么？我看的不是看赖清德，我看的是柯文哲跟侯友宜之间的比较，是愈来愈细，愈来愈细呢。你看，你的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结果，两个差4%，啊，但是你的 TVBS 这份的民调时间，搁愈近哦，差3%。所以两个之间的迄差距是咧一直就有在缩小的趋势啊！啊，我刚讲，也是安尼看，应该是这两个最紧张的。所以你看，即摆伫咧化工啊，你啊是安怎，我是安怎，啊你是要加无加无？哎，愈来愈紧张嘛！啊，看起来一场安尼算落去，真正是爱看到差不多24号迄天吼，正情看会使算偌久啦！吼，因两个人是要这出戏是要拼偌久，较知。但是我讲，互相都是在利用彼此嘛。我这议题，我蓝白合我继续玩下去。我就可以垫高外声量啊，有人在讨论嘛，啊就累积在民调的显示嘛，然后再吞到24号，迄阵时伊就知影讲，我嘛是爱登记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两个袂合，但是以后应该要登，拢去登记，因为你出现，你咧选票顶悬拢会出现啦，但是两个拢会去登记啦。两个拢会去登记哦，但是到时阵像头仔田老师讲的，讲有一本册叫做《愚蠢的公民》吼，但是。选民敢会安尼？我较早要上节目进前吼，咱有看其他的即个拿赢的即个民意代表，讲吼，这办公室啊、办事处啊，迄服务处接电话接甲手软啊，一直咧骂啦，讲卖插迄关文铁啦，卖插迄关文铁啦，咱就好好来选，咱敢会选输伊，咱就好好团结，就一定会赢。这拿赢可能比绿赢的群众。可能较期待，还是较热扑扑，咧期待讲有一个结果。伊差不多拿个病哦，差差不多2礼拜啊，吼，我伊基层哦，拢有少火气啦。讲这事实。事实啦，吼。那不过就讲尾啊，就是看你两个瞧会出来袂啦。因为我必须要讲，说今年这几个候选人是甲有史以来吼上歹啦。
哦，水准上歹，比以前拢歹，达到拢共款啦，吼。而且今年的三卡都甲以前无共款，你无捌看过讲，迄民调哦，40几，好友谊40几趴，6到10外趴，吼，柯文哲3几趴，6到20趴。以前那是拿甲青1对1的时，无遐大的变化。即摆比如讲变化，伊两个变化足紧的，迄民调走了足紧的。所以这个那是两个真正有夹起，吼。我感觉迄到时吼，迄选举就有人看，上赢就唔知啦，吼。那是10月24，吼，真正三个拢去定去，迄就偌钱就当选，迄拢免讲，因为两个超啊平平嘛。今年的气爆，你两个要气爆，另外的人拢迄。第一，所以你论断都无可能会气爆。我觉得今年很难的。其实你看古年的黄珊珊跟蒋有那个。讲话好，两个气保就已经很不明显了。那今年这个状况会更平了，所以那两个人去顶起哦，就两个做伙死啦。好，讲白是安尼啦，不是挺着胸膛倒下去，两个拖在做伙死啦。那是讲，要么讲你讲两个那是这样夹起来，好，那时候就会有双强的那种对话，就会有交锋。这个到今年选举到今嘛无异地呢。那是照安尼来看，你讲到讲黄宣传在过去甲蒋万安去竞争，但是大家就讲，黄宣传毕竟吼是出身南洋，所以呢要去保的这个三星的这个效应，应该期待应该的三星，结果无三星。但是郭文哲本身唔是出身着南洋哦，所以你会感觉讲，那这战伊真正也落去战，那战输战赢对伊来讲，伊以后政治路，伊敢会来证明讲啊。你若伫咧三卡拄的时阵哦，你就无效，你就以后你就拢摆卡去啊。我感觉嘛袂，因为如果说他716迄大游行，吼，迄阵那时候伊遐搁起哩，要撑起来，吼，搁起哩，吼，就有可能。伊即摆人白超啊平平啊，你说你民调那安尼吼，伊国民党人搁差不多要70个立委咧选呢。你讲人要输你，我感觉困难吧？啊，你就无遐济人啊，所以说你说。这一仗打完之后，他要变成声势很好，变成第2大党，哇困难啊！伊原来那是讲赢，可我好赢真济，迄就有可能。啊，伊照即马这个声势是无可能，无可能吼。但是咱听讲郭文哲来，唔知是偌久进前，然后3、4个月进前讲，你唔通迄阵伊真好啊，你唔通欺人太甚哦！我起起来吼，我来每一个选区我拢来提名。啊，这个我你袂负啊。伊迄阵声势真正好啊！你讲3、4个月前就716，迄阵大游行的时阵声势上好的时阵啊，3几趴，对无？来，别同。那不然讲这讲话今日跟明仔载就无共款啦，迄哪有要个人假伊规支箭讲啥物？最主要就是讲台北市来讲，虽然黄双喜出身蓝营，但是那一场就是没有气保，你就是证明了，就说。尤其是如果你柯文哲亲自参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弃保，因为很明显的讲，柯文哲的票，跟所谓蒋万安也好，或是侯友宜也好，他的票源都完全无同款，所以你这个国民党，你也想要讲，借着弃保啊来赢那个选举啊，不合的话。我感觉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柯文哲有一群人年轻人是死也不会投给侯友宜的，然后可能也不想投给赖清德的，就是他们就是考虑蓝绿两个渐动嘛，所以在参加郭文哲在支持郭文哲，啊你也无参选的时阵，伊就是看要是。啊，如果我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因即摆吼听到咱四位咧讲吼，哦突然一色开悟啦。好，咱即摆来好啊讲哦，你做即个，我做即个，安尼黑白纸黑字尖尖的，啊，互大家看讲，你看我拢写好啊，我毋是咧滚生笑，我真有信用，会来信守，大家讲好啊唔好？安尼。你讲少年人吗？无，就郭文哲甲侯友宜啊。都，但是嘛是没有办法1+1=2啦。啊，个减。就是一寡迄个少年人绝对。无完全好回归，安尼就无法度采信哦，吼。无完全好回归给柯文哲啦。你这样问伊讲，你要支持柯文哲无？讲袂。我那今个你也伊甲好伊合起来，你要投无？有个人回答你讲不爱，你要去投赖清德啊。有个人就讲好啦，没关系，
票上面有柯文哲的名字，我就投柯文哲。这个就是柯的铁粉啊。年轻人就是年轻，他主要的群组是年轻人嘛，所以说他为什么国民党一定要坚持你柯文哲一定要在这个名字上面嘛？至少你这个拉走的人不会很多啊。数学上较看起来才会当加起来，虽然不会等于2，但是会比较接近于2啊。但是如果你柯文哲不在这个边啊东的时阵，你迄种你搞帮婚教。对吧？你搞帮婚教，对，就是变成婚教党嘛，就是飞走了。粉鸟党啊。对，粉鸟党就是飞走了，所以国民党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会当初答应说他派黄珊珊也可以嘛？黄珊珊在党内已经讨论过一圈啊，连王金平都打枪啊，说不行啊，这个怎么可以让黄珊来代替柯文哲？有没有更好一点的？那当然，所以说我告诉你，9月底就已经谈过了。就说到底要怎么配，就是配不出来。所以为什么侯友宜要出来开这个记者会讲，2个人一定要有3票上，就是要互相绑死嘛。就是说你不能。所以민華你講，你頭一擺透露，因9月份的時候就講過啊。9月26號在暗時11點已經講過啊啦。哦，你連時間地點？大家都知啊，那個王院長也知啊嘛。王院長更加厲害，王院長都知啊，講10月中旬要舉行藍白合的會談，有沒有中？王院長可以去擺攤算命。抽0簽卜下卦哦。對啊，所以說這有大的講話，伊當初王院長講，你袂使接受黃珊珊做副的嘛。你做副的，你票會走掉的，你走袂轉來啊，你就白幹一場了，白做一場。所以現在侯友宜出來才會重申，2個人都要在選票上。哦，所以背後有王議長做軍師。朱秀雲冇臭糖加到咧算，冇你參詳這個代志嘛，所以侯友宜就講，你嘛沒有把我踢掉，去叫侯友宜去換韓國瑜啊，韓國瑜是國民黨的，若要做副手嘛是做我副手，就是啊，我佫欠你，我佫互你做副手哦，韓國瑜嘛袂去跳去郭文哲迄邊啊，郭文哲跟你想濟嘛，伊郭文哲智商加伊的 IQ 加 EQ 就是200而已，好，就是。没有，我不要再回报了。现在大家注意哦，现在大家注意。他的 IQ 如果只有157，那你就知道他 EQ 有多少了。所以说为什么会搞得那么难看？刚开始开始，侯友宜表嘛无没人啊。那你看，你现在去看那个网络上的留言啊。跟民进党侯跟国民党的支持者已经骂民进党已经都减少了。如果有10条留言，只有一个在骂赖清德，出来打。对，只有一条在骂赖清德，其他都是骂那个郭文哲。你有比什么了不起啊？我一定是要跟你摇摆啦。但是我摇摆，你不是讲你墨绿的，你讲我含什么啊？我跟你讲，那个集成一点群情激愤，我告诉你，看你要休息。但是我还是会记得老师小甲我教示的，讲哦，愚蠢的公民这本册，哦，我少年时阵来读的，就是讲民众敢会，这阵是足气的啦，但是到时阵登记了哦，想讲袂使，我目屎干的，喙齿管假的，我嘛是爱斗落去。各种情形发生。迄款应该就是叫做深蓝深绿迄款型的啦。啊，毋过咱对于台湾整个情形来看，因为讲实在，乌克兰战争甲以色列的这款情形来，其实台湾人即嘛会紧张啊。啊，毋过大家爱记的，民众党本身伊是一个都会政党哦，所以我感觉柯文哲以前在几个月当前可能也声势足悬的。啊，毋过伊发现伊这2-3个月努力下来，结果伊嘛是。离不开都会区的时阵，伊感觉迄个伊要深入庄脚的时阵呢，伊踢着铁板。啊，无讲实在话，啊，全台湾拢起来攻他的时阵呢，伊其实会当大摇大摆，国民党个来啊，你要安怎讲啊？袂讲啊，我想要逼婚，你也要委屈，你爱讲话愈大声较对啊。所以我感觉第一个吼，伊是没有办法迄个就是转换成伊都会型的政党。超腿所在无法度。伊也是无办法。所以你讲你真正就算讲你会当生的。你会当单挑迄个赖清德，你真正会过吗？这无可能嘛。所以你根本就是用很大的一个物件去包装你家己尔嘛。所以老师你描述的郭文哲政党的这特性，第一，伊是都会型的；第二，伊个少年款。对，啊，搁第三个，
就是高虹安的代志。其实你去问新竹市的，新竹市迄个高虹的代志，大嘛是交甲袂使。哦，大家即马真反对着高虹安。对，伫迄内底。所以以前可能会判刑哦，可能会定案哦。迄柯文哲你个个说是，这会去伤着吗？郑老师你感觉？一点伤的啊。因为所以柯文哲的问题，伊的支持率还是人一直往下掉嘛。无照伊来算，应该是继续往上增加一点点，他掉啊，结果嘛无嘛，所以伊讲啊无，咱就蓝白合来试看嘛。但是咱现在是唔敢甲大主大意，人伊批生喙吼，唔知讲甲啥物吼，对着对手。批生喙你讲的啊，我无讲哦。我是接你的话来说的。是啊，我嘛认同讲哦，民众党伊有是咧迄个啥都会行政党的迄感觉啦。但是我刚刚讲柯文哲，你讲伊现在是都会行出来政治人，我感觉是无。因为你看你台北市嘛是人做甲嘛是骄到要死啊！你讲是市民，我自己台北市民，我都觉得伊做甲无好啦。啊，当然中南部的人一开始会敢足期待讲哦，伊的讲的方式嘛。但是慢慢消风啊，慢慢消风就是讲伊边仔的人嘛是对他来讲就是负值嘛，就是在扣分。就像拄仔讲到高虹安，这就是只最明显。为什么？柯文哲会起来，啊，即摆要想要选总统，伊的用的策略都是揠苗助长嘛，啊，都打空战嘛。所以组织战这个部分一下去，潮水退了，谁没穿裤子？这清楚的嘛。所以伊要去甲国民党谈判，还是讲要去甲贵党，咱都无讨论着贵党，这可能。伊也是要甲贵党去谈判，拢相共。你到最后，你有啥物能力？你有啥物条件会使人讲？吼，你民调起伏这么大，表示讲你地方组织要累积也算无稳定嘛。啊，你讲可能讲你讲的话。好笑啊，无好笑，媒体的采访是无唔对，但是问题迄种是双面刃相共啊，嘛是抬着家己啊，更不用讲，身边的人也在出包的状态之下，你也在去跟人讲的条件是一直在扣分，所以咱看到讲他在716开戏，按照常理来讲，应该是他可以顺势的把自己可以谈判的空间，你来搞我打嘛，对，我30几趴呢？吼，伊即摆30几趴应该是国民党来追讲啊，吼，因为国民党安怎算嘛是爱国会要取得一定的席次嘛，所以也是合作啊。就是问题讲，他已经是逆成长，就是讲伊甲咱本来想的，也是讲民众党家己想的方式完全是相反过来的。这我一直问这三位吼，这问题我嘛是要同款的请教何是吼，就是柯文哲这个政党的特性，是毋是一出世的时阵就注定有伊的这缩结的这个个性，甲这个结局，也就是讲，伊对着都会型吼的人口有吸引力。那么在草地所在需要组织、需要基层服务的一部，而且少年人在草地所在也较少，是毋是这种特性？所以伊无法度拓展，伊要提名有法度，本来要好好啊，要去。婚姻观要去找，结果找到这种妖孽讲，这个误对，这是不是这种原因呢？我看应该跟我民众党到底什么特色？大家像讲得出来。亲民党赶快很多艺人政党。前民党你讲比较好去定义它蓝白啊，那个民众党你真的是，你讲是蓝啊，是公青，拢在统独的政治光谱上你没办法定义它。好。在左右的政治光谱上，你也没办法定义它。好，所以它完全是靠柯文哲个人的一个特殊的形象。好，所以你从头到尾来讲，他也从来没有一个主张告诉你说我是什么要看你进动。好，也基本上问题是讲，也发展想紧嘛，所以基层都没人嘛。我们的选制又的确是说，我们的选举制度对小党又特别的不利。有人基本看那些不分区哦，哇，有蔡正元。传出来讲后蔡正元，后陈昭珠，后这个黄传传，这个哪里安尼广阔？你莫讲伊即马这团呢？你讲伊今嘛，现任的不分区，嘛是。你嘛讲袂出来，说到底是啥？有大公主啊，有高虹安，有小公主吧？你怎么会是？她叫大公主啊，她叫大公主，大公主啦。也有坐牢那个赖香林，嘿，你嘛唔知伊到底是啥货啊？中间有你看有财团，
有劳团，哦，有做劳动运动的有高虹安这一种，你讲以下面进动，立马看没出来啊，就是说他没有刻意去塑造一个固定的形象，告诉你我是什么物件，你就看了这柯文哲了，所以你讲柯文哲就有唔知都会区的时阵，因为议员的席次较济嘛，所以你就分会丢嘛。你讲你到真卡去，你要安怎分？赶快假设啦，你都是5%到10%的实力啦。是。你到乡下去，你就不够。我交分啊哈。你有分无啊？要不过在都会区时，你就有啊，就安尼啊。但是呢，这摆那这摆呢到部分区政党票的时阵，你甲认为郭文天安尼？一撮敢若坐飞行机飞起来，佫降落安尼，伊的政党票敢有通如伊所预测的讲，我爱10席，我9席。我感觉伊有可能比以早较济是有影啦，就是伊即个已经虽然台北市长无咧做啊，但是伊的扩张，伊嘛是有略微扩张啦。你讲伊都会性，伊伫台北市嘛很差啊。我逐讲甲迄少年讲，你台北市过8年，伊柯文哲帮你做啥物，伊拢讲袂出来。但是伊嘛要支持柯文哲，所以柯文哲是全国性的年轻人呐，没有什么都会啊。你只要有人就觉得自己年轻，所以就要回答他要支持柯文哲这样而已啊那我觉得他在台北市也低于这个侯友宜跟这个赖清德嘛，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卖弄一些不蓝不绿的东西啊，就是很多人现在是很讨厌那个蓝绿的政党，没有错，他就是吸引这一批人呐。所以说这个东西，因为它有卷起来一个风起就是风暴，而且他骂对，那现在因为社会气氛就是说执政8年，真的连狗都会嫌呐，所以说他柯文。我又讲了什么吗？然后那个柯文哲又很喜欢骂民进党。刚开始的时候，他骂的比国民党更还凶嘛，所以他的民调去当中窜的就紧的。然后加上现在是空战的时代，所以他那个就刚好符合他那个 type。然后所以他就上来了。所以我预期，如果他即使单独选的话，也是会有一个比现在5席的这个部分区较济啦那但是上好的时阵是有人讲8席10席，但是这样稍微纠等来，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还是卷一卷的话，可能还是会比5席多个2席1席这样子 OK 啦。那这样来讲，伊应该是往前行了对啊。但是问题是你也甲国民党，你就要看国民党的背价是啥物骗金是骗金嘛？骗金是啥物迄当阵，那个侯友宜开记者会说，我聘礼都准备好啊！你当时你一时啊去找姓周的周开莲嘛一时啊去找姓郭台铭嘛，你到底是要结婚啊，不结婚嘛？我请问侯友宜，你的聘金是啥物？你的聘金是多少？所以就是看，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有柯文哲，如果我跟国民党合作，如果万一有赢的机会的时候，我可能除了国会以外，更有行政资源这个对柯文哲才是真的吸引力。所以伊规支嘴讲你骂人，但是伊做的甲嘴拢甲嘴讲的拢共款，拢无共款所以国民党互伊遮尔济钱，唔是遮尔济钱啦，就是讲你要看国民党哼出来，看是让偌济，是不是割地赔款，取到一个。很会规则的心啊！基本上听这个朱立伦安尼讲，伊就是寸土不一样啊！我若是无共一张选票，无白做伙，然后联合组阁就免讲。共一张选票对啊，共一张选票的时阵，你爱让偌济啊？你爱让偌济，伊才会甲你共个选票啊。这个听起来佫有通讲陈老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因为阮政治系的，阮有安排迄政治实习的课嘛，阮就互学生家己去选，即无可能讲指定你爱去嘛，学生话呐，我爱国民党、爱民进党来去嘛，有人无，阮应该去民众党，无去过，去看卖，结果大去1个月了，就讲无老师，我要申请换党，我讲是安怎？你毋是讲，我讲对，伊。刚进去是蛮新鲜，然后讲应该拢是咱年轻人有抱负啊。你讲民进党嘛，其实嘛了年岁啊，国民党不能老啊，所以阮就无爱信了。今仔讲结果咧，无呢，我迄2礼拜被扫地出门啊，我还袂讲着话，伊就来我踢出去啊。所以这款党那有啥物希望伫遐？伊是讲
就是我回归到柯 P 以前一人政党嘛，你搞伊核心价值无嘛？啊，你不核心价值，你们要长期聘用你的人伫内边，你要叫年轻人和你支持你继续。年轻人就是看因为感觉你有希望，所以我对你去做嘛。结果无啊，你其实是把年轻人当做一个利用工具人的概念。有学生囡仔安尼反应。对啊，所以你看，这讲的一寡少年拢用骗去。啊，所以我讲伊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我感觉是假象，讲啊，伊支持力足管，是因为呢，一个有一个啊，我不爱做，出你来做，啊，说啊，我来拢 FB 念啊，咱支持，啊，结果2礼拜就行，啊，所以伊总数是足侪无唔对，啊，毋过你看继续伫遐话你意思迄粉丝是空的了对吧？对，就是老鼠会，你要出会啊，那种同侪压力啊，你不支持好像就落伍了这样的感觉，但真的去过以后你就知道真的是怎样。咱实际上咱也唔知影讲柯 P 这政党即马少年人直接的情形是安怎啦，但是咱是希望讲期待吼，真正好啊正常来决定。